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新骑白马走三关，改换素衣回中原。故事般就是王宝钏苦守寒窑18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窑以鹅窑第5条，专门伫咧烧粗肥、幼肥庄仔，也佫有厝下的炉灶，咱讲是窑。像讲专门烧肥仔，咱讲是肥仔窑；啊，若专门烧庄仔，咱讲是庄仔窑。也佫有用火烧烤热，才会石头贴做伙了，甲食米带伫内底焖好食，咱讲是土窑。啊，想讲焖出来的，咱讲是土窑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庄仔窑，就是专门伫咧烧庄仔的窑；第2个词读做炕窑，就是甲土贴一个孔了，再佫放茶点火，放番薯入去，甲土煸好焦了后，关阮就会当来补番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即马正罕咧看到庄仔起厝，庄仔窑就一间一间收起来。也毋过，若是头壳洗较紧、较巧的头家人，就会转型做互人控窑的游乐园，生意就搁再兴起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窑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